来看新北市南口中间病院开发冷冻型的治疗，利用低温来破坏病变的组织，治疗喙腔血管的病变。那无传统手术出血甲留疤的风险，嘛还未搁再压起来。先过伫今年2月，嘛刊伫国际医学期刊，会当提供予病人加一种治疗的选择。一个67岁妇人人，喙唇掀开内底肿瘤丸，有到2公分半才大粒，是袂痛，毋过面有小可肿肿。20年来，前到呾毋捌互医生看，一直到因为起周病，起花真艰苦就医。检查了后，确诊治着良性喙腔血管的病变。加在经过上新的冷冻治疗了后，肿起来的所在规个无去，喙皮嘛看到恢复正常。6个月3次的治疗，那它左右两边恢复对称，而且展现自信的笑容啊。负责治疗的南口中间医疗团队表示，良性喙腔血管的病变。这种喙腔黏膜的疾病是真正快，传统的治疗是开刀挂掉或者是镭射，空喙会较大，嘛有生气的风险。不过临床研究针对33个患者，用液态氮、低温甲摄氏负196度的冷冻治疗，用真低温度，予有病变的所在冻伤，予细胞死去。长期追踪51个月了后，发现有到97%的患者病变的所在完全无去，而且无啥会反复。血管里面的内皮细胞对于极低温感受性特别强，所以一样的极低温撒下去，血管病变会消失得特别快。研究团队强调讲，这个创新的疗法头一届建立冷冻治疗标准的流程。研究的成果今年2月，红刊伫国际权威的医学期刊。未来嘛会当提供患者伫临床治疗一项新的选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